是你的哦，二位有二位，伊五位二位，你来分错，这有代志无？啊，咱条意思，你讲条我这意思，有啦吼，所以咱来讲，如一般不是讲，也不是在，哦，你讲不是讲，但是它在你讲的内底当中，因为伊利用时间甲你讲互你，讲互你。伊若甲你讲，我要休息3啊，咱这个运动比赛，伊甲你讲，第我要休息一下，我看3班第2，五位，五位，这个题目因为讲你好人，伊要互你大，你歹人伊互你大，你甚至你放火，你做事无歹势，伊唔互你大，伊无这个道理。无讲你这个好人，伊袂讲要互你，无讲伊今日这歹人空气唔互你，无这个代志。所以咱讲是过来看啥？今日如啦，哦，如天地，以天地合一天，以义不合一命，以数是合一数，以鬼是合一个，哦，以阴阳合一消掉。啊，咱来讲这就是讲啊，这是咧讲道，啊，这道就是讲咱的主性。社会是过来讲，天生万物以用人，人无一别可度天。就是咧讲，咱的自性，上天互咱这伊道路，完全就是自性，天生万物以用，互咱今日这个自性者。但是咱来到这个世间了后，咱人去了妄想，去了思想，做了偌济歹代志，做了偌济罪过错，人无一天可度天。咱无一个着回报互咱家己自性，所以今日大智慧讲，所作所修，自作自受，咱该做的拢来去做。咱原来叫做自作自受，所以你一定要了解，好题明镜，这句话就是讲啦，这句话就是讲自性，对自性所流露出来的定，就是讲定是弄唔对，弄唔对。所以这你爱看啦，这个叫做定，这个叫做用，所以这个叫做啦，哪面这个讲者较解释？好题这个叫做空。空性，空，明镜以为难，地为那叫做妙用，爱咁听，妙用，所以伊圣经内底当中，空，哎，不以空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空不离色，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空就是咧讲空色，色就是咧讲有，妙有用。所以叫做空性，空性甲妙有的。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自无常，何其自性本不生变，何其自性本不动摇。后面所讲，何其自性灵心妙法，叫做有。头前迄个空，这句。刚听好无？答错当然后面出来讲，这个小标。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要讲哪？要讲咱这个分享。何其自性本自苦足，就是讲出。何其自性灵性，何其自性本不动摇，我出。何其自性本不生变，在生不净，在法不变，叫做四慧，这个叫做四慧。所以答错后边，这条无错观念讲出。何其自性灵性万法，就是咧讲处，明镜会来，咧讲处。这个叫做妙用，对不？妙用，我主要讲这个。因为那你若讲空是空，你无这个妙用，咱叫做断灭空，叫做断灭空。这句话互你讲起来巧，但是因为这句话伊的本来如何本体所流露出来，这叫做妙用。问题名，你今日若无妙用思想，妙用思想啦，你迄个思想就对这个出来，你的思想嘛对这个出来呢，你思想若无对这个出来，你的思想就对啊。啊，你若无思想，你若一个到遐人讲你叫做白痴呢？白痴甲哪天才是我差一个观念尔。我讲白痴甲天才吼，白痴甲天才，白痴甲天才先有一项，
所差一个两名，对不对？白纸甲天在看顶相像呢，是毋是呢？但是要差天地的级别，所以你一定要知影，书本就是讲是好的本无收，好基础性，明显了法，明定有意义，伊就做流露出来的力量，迄个叫名。本来无一本，你那个自信点来这当中，都有见面，咱看着这个马体，这个马体新老元素，也新点的，这马体，啊，所以优秀还是不错，得力跟踪不错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一定要讲，本来无本，那何处也平安，这是两种话。你个本来无物件，你要是惊什么平安？你要惊什么平安？所以这当中，伊讲的。但是这句话确实倒来，心情好的时候，就要用相论啊，这个相论啊，相论，这个理论，那做这个理论，五个都传的，相论，心情好的时候，心路敏感大叫做，时时爱记来记到，唔头家就点来哦，这个相论，按讲。这个部位深度敏感，深的传染力大，有大吗？敏感就会大，哦，这个地体，这个就是用听论，这个叫做理论，理的内底当中理论的方式，这是上的内底当中，以象论象，以象论象更加直接性，以象论象更加积极象，那个讨论。所以，世间的文书也定来，所以不管合作为零，当然听到了新受，讲修习不了三件事。合作听到了后，甲看呐，你根本性，你作出比较问题，不明问题，可以讲，互相互提，安怎了解？有惊嘛？有大嘛？了解个互相互提，书的囡仔，识有本心，定有本性。互相互提，所定囡仔识有本心，识有本心叫做明心，定有本性叫做变性。互相互提，我就讲了一句话，你头前就讲了，互相互提，所定言下，毋是言的内底识有本心，你会了解明心。互相互提，所定个建筑本性，就是你的明心甲变性，这两句话简单。这有叫做建筑，这有叫做明心。那安尼来本来。无物件，物件是小，何处变平安？平安就对了。所以，这款物件，如果咱这无明白，无了解，可能咱就知道，伊时间可能有点高，咱这今日结束，我讲到这半了吼。